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两件拢是因为抢紧闯红灯来出车祸。一件发生伫屏东，机车要来倒弯，去互一台闯红灯的轿车来冲撞，结果甲人弄死。另外一件是发生伫嘉义市，女骑士停单红灯，嘛是去互闯红灯的轿车为后壁来追撞，即摆还咧住院治疗。女骑士行到路口咧等红灯，想要到后面有一台轿车向用怎弄来。女骑士互弄一个飞两日了后，转咧伫涂骹坐拢爬袂起来。这时伊的机车也去向前冲，虽然佫弄到另外一台机车。这件车祸发生伫2月14下晡6点外，林森西路甲国华街口，吊驶轿车技术冲红灯，隔壁路女骑士被质疑停伫快车道路口。机车驾驶人因遇红灯暂停在车道上并没有疏失。另外，屏东嘛有一件车祸，一个男骑士伫路口倒弯了后，直行正壁的车，一台白色轿车冲红灯，才快速弄落去。男骑士弄一个将近背一层楼悬，摔咧伫涂骹。事发地点伫屏东市的中孝路。阳性自小客车的驾驶是对向直行闯红灯，双方在路口发生碰撞，造成林姓男子送医不治。两件车祸拢是轿车冲红灯，屏东市林的骑士也阁被弄死。警方呼吁驾驶人，不管是骑车开车，千万唔通为着抢紧违规，若无发生危险意外，后悔拢袂好啊。